聖經詩篇第7篇第1節，大衛嘅詩。大衛喺詩篇裏邊嚟到去稱頌神，向神嚟到去求告，佢話：耶和華我的神啊，我投靠你，求你救我脫離一切追趕我的人，將我救拔出來。大衛係一個好出名嘅人，一個詩人，亦都係蒙神合神心意嘅人，係一個王。佢有需要，都有人追趕佢，有人去要去殺佢，係嘛？但係佢曉得喺佢嘅生命嘅裏邊，曉得嚟到去投靠神，佢曉得有神，向神嚟到去呼求。佢求神救佢脫離追趕佢嘅人，將佢救拔出嚟。我哋都有患難，我哋都有痛苦，都有需要，我哋亦都要學識嚟到曉得投靠神。當我哋有患難嘅時候，我哋可以投靠神，好得無比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